家不抓紧。这里。我别压力了。压的啥哩嘛？你这个蛮开心的。哪天买的？然后的，一样的。那个妈妈，那个回去也帮我找了，我记得，家里来红旗过来。啥不管？有礼貌，你在搬家。该没啥。咱不今天好搞，好不今天忙。咱不今天忙。